我头班车机场侧面，请问我先出餐么？都开你比错嘞。长线线行车侧面闸口，新立界方向77向前行。7月中行到机场侧面线 A1 站，台北茶站，慢坐机场侧面。好，我都开桃园机场T2方下，我坐7塔茶也是普通茶嘞。建议先坐7塔茶，要送心外份。后日班茶是下晝4點發茶。好，請問片數等你比？片數得頭前50米會真秀嘞。提倡先，側面站內底莫用什麼錢。落來顯的提倡，請問你手裙係唔係就呢個古籍？係啊，北門係清代同治期間留落來的古籍，有百萬年的歷史。現時真秀做北門工廠，係台北市的重要地標。哦，幾時去得了哦？分頭也有富泰街洋樓、鐵塔鋪、三江倉庫，列家從日本時代留落來的古蹟，攏真有幾大供養之下。哇，我會把握時間開溜溜的。不過我的行李就攤破多。迄唔是把心，我因列入行李地務區服務。就好誒，你係樣子算？細春茶係1點鐘10口，大春茶係1點鐘20口，係冇用大嘅地務區。好，想教我按樣子用。搶先套地務區編號，接落來設定密碼，整個空印20口嘅基本費用。加起要送出密碼的字，得很留存。我按樣子提前行李嘞。搶先一路地務區編號，將密碼字投入加起，佮補足地務區使用的金額，才不用行李提出行李。我哋啊，落來很。唔是生意，送了歡喜哦。